来是嘉义东石的江潭村，风台甲电火条啊吹到，即摆庄仔头拢无电，乡亲有诶去共租借着发电机啊，有诶去买手电啊来使用。另外还佫有真侪厝遐，拢毋知互风台吹去倒位咯。 厝顶厝遐拢拆好了啊！厝顶规片无去，另外一边铁片厝的厝顶嘛落落去，一个落雨就落雨，连围墙啊嘛规面倒去，砖啊落甲满四界。吹到至红池了。庙厝顶吹去到扣水池，可见风台威力有偌惊人。毋若家园残破不堪，电火条啊更加是规排倒伫个水沟内，无电3顿嘛，互人烦恼。 老人的厝话，足侪拢拆去啊！我嘛烦恼，因讲因若家己伫内底，毋知要安怎，啊食的方面毋知要食啥，我嘛还搁咧烦恼。将柴油车入来，因为目前庄仔内失电，敢若会当挖靠发电机。所以我赶紧要发电机，才这两代志吧。我搁有买手电啊，烦用。无暗时暗暝我感觉是足恐怖的代志。 嘉义东石乡江潭村大部分拢是老大人，灾后第5天，毋若食食的来源，互人烦恼。加上大雨一直落，水沟啊开始涨水，路面已经有淹水的情形啊。无电就是无法度对外联络代志，啊，尤其网络啥更加毋免讲，所以讲真辛苦啦。啊，所以讲阮这嘛是离地远吼，看会当尽量互一寡迄个独居老人啥啊，会当送一寡餐礼。 村民咧话讲，真需要台电甲政府斗相共，因为无电通用，加上大雨一直落，灾后的生活，互因是有够艰苦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